来自于徐志摩的一篇散文，描述他将离开康桥的情景。我也要将这首歌献给我即将离开的少年。轻轻。
先评分，请各位同学稍待片刻。我是小评审。你唱得好好哦！对，你唱徐志摩的诗特别有味道哎，不像那些西洋歌曲闹哄哄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就是说嘛，这些外国人老是欺负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证明中文歌比西洋歌好听。